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。感谢，一再强调，本节目无现场观众，拢靠来宾戏。但是这是节目有规定讲，你若无话休就扣钱。是啦，不久的将来，相信本节目会红遍全球。只要有华人世界所在，一定有咱这个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的存在。是嘞。一个节目爱做偌久，做偌一日才算长呢？念你就会了解。欢迎全球所有华人朋友来看咱上到去一个电视台、公共电视台上看节目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来讲台语，世界通。小爱喘。爱喘气，有我有咧喘气啊！喂，我是咱大家好出边帮恰恰我本人。是。真侪时大人想要囡仔做艺人啦，栽培去唱歌啦、开钱去学啦、等等啦，以后呢，查甫会麻烦，查甫会拄着变声的时间。对啊。那查某囡仔的这个做艺人的界线伫倒位呢？嫁人甲无嫁人。有差吗？哎呦，即嘛是较改变，较早嫁人行情就无去啊。但即嘛已经改变了，即嘛唔管你。做上节目是地无啊，无地无啊。嘿，地无啊，无地无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红就是红，这就是咱在语文专家陈安祖老师。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两人飘撇搁善良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。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我对我的风采有水啦。哎呦，是你节目要做偌长？哦，我就莫讲啊。命运的天注定。命运天注定。哎呦，切婚可拍拼。哎呀呀呀！卖黑白接啦。一时唔免怨叹啊！命运天注定。无钱免怨叹啦，欠钱免还啊。虽然够性命。唔是啊，天注定。哎，但碰个真想唔对缘。呐。哦，虽然。虽然。好好胜，好好胜。哎呦，这华语个台语做为读。哦。命运天注定，随缘好好玩。命运好胜。这是一个可怕的节目。真的嘞。哎呦，真歹势。做夭寿久的。真的嘞。真歹势。我小弟我本人过去做节目上长拢7年。7年哇！讲几啊个迄有无？玫瑰枝啊，7档。连环炮7档。迄个夜总会7档。吼，后壁佫切一个迄个超级出来，无共款。迄当阵趁上多。我袂甲你开讲的，对不？你什么意思？迄当阵即摆是安怎呢？我讲迄当阵趁足多。来这套，都要等下才看你算下，看国税局的注意，引起伊的注意。应该是做那就看伊啦。真的，我感觉今日来宾最恐怖的。恐怖。我昨天来看伊对无？伫电视上看伊，我今日是第一摆亲自看到本人。哎呦，看这少年啊！碰见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人真正做少年的，无啦，嘞。你莫你讲，碰过是超凡。我不抓弄下。你是捌听过华语咧讲相由心生？哦。对，今仔我若春足济，我嘛少年。我会使遮扭一下，住一下，做一下。无效嘛。碰过你好。阿袂着你啦。这少年咧引导你遮对不对？碰过你好。阿袂着你。我看你目睭一直顺你病，你嘛什么症？因为我细汉的时做学生的时阵，就是看电视，拢看伊的节目啊。大家拢细汉，连老师嘛讲伊细汉的时阵。我是讲阮查某囝啦。差不多。
系啊，有当时啊，迄个时阵就是学业嘛，无事业啦，学业嘛，谈恋爱嘛，想要了解这是什么状况啊，就看这个节目就会感觉哦，较平静啦。哦，好，教练，峰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本节目规矩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。大家好，我叫张铁伟。啊？张铁伟，用气味，张铁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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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味，惨啊惨啊！体位对，铁伟，体位拢会使歌文体啊。嘿，恁那是体拢会使。铁伟。我去年有参加一个代表台湾参加一个比赛，哎呦，敢若选小姐迄款，啊，毋过选查甫的。哎呦，不是不是啦，你是去酒店规排出来，互你选。嘿啦，敢若选 model 共款啦，啊代表台湾去参加这个比赛，我有40个国家40个国家，我就是代表台湾啊的。你第几名？我无摕到名，啊，毋过我摕到名，你敢来？我摕到上介意的参赛者，上故意，上故意的参赛者，有这种讲上故意的参赛者，上故意的，啊，毋过无得名，特别奖啦，特别奖嘿啦特别奖嘿啦，特别奖另外是观众票观众玩哦，迄款的，那种啦。嘿啦。哎，去你敢卖安尼？什么迄款姿势哎？哦，每一个国家拢muscle拢比我较大，比头较大。真正哦，我muscle拢一大圈的呢。咱来选美有无吼？大家来穿迄个比基尼啊，行迄落啊，啊查甫穿啥？但我嘛是穿迄三角裤啊。哎呦，哎，足紧足紧的迄款的，足暗的。伊安尼讲，无啥要相信。啊，安怎？伊安尼看会爱疼落来啊，爱疼互咱看青蛙看超爱疼者。无啊，今日伤冷着啊。不来外头穿的，阮看无啥。哎呦哎呦，啊娘喂！你甲看这体格，娇秀啊哎呦，哎，其实主任的嘴都爱收一下，主任。15岁，咱会差遮济。歹势吼，咱清平先立钱，好不好？阮即摆先消费啊，先立钱。你喺电话边啊疼，我就讲，真正若是互我摸一个，Oh my， 你敢会寒着啊？安尼啦，你甲看啦。头前哎，恁大哥，你看这个哦，恁大哥。少年，头一个快啊！你会使为遐行到遐咱参，我看觅。你讲，你比赛迄个动作，比赛哦，阮比赛无伫咧动作的呢，阮就看迄气质的，阮就是看气质的，啊用笑的。Oh my god！用笑的安尼。哎，这敢若毋是敢若教练咧比的 muscle 的，阮是咧看气质的，代表台湾的迄个款的气质，看气质的。气质的。所以你感觉你气质足好的。因为台湾互我的气质足好，就有人情味的。这集阮会特别交文化部看。好，拜托啊！将来你有可能是要做官，拜托啊！啊，你若生比我较缘投较悬的人，尽量莫徛我边啊。我转去，要等来，我转来。是生要来甲我糟蹋的。哦，你惊人呢？对啊，其实足勇的呢。你讲我这玩，要不收我我冇做完呢。你嘛有一丸？买，我真正买啦，哎，我是真正有。哦。啊，我无然，这是阮阿公传互我的。查某囡仔都流出来，咱查甫煞免流出来。哦，你老师在发作叫啥？六地。 Oh my god！哇！敢袂当蒙？这六钱哦！你搞这样了嘛？你投钱敲钱债。办贵宾卡。不玩嘛？看起来是电空空啊！是。看起来是电空空安尼。我今日甲你交代，这定之前莫随便对查甫人讲。你就怀疑。听你讲啊，老师你确定哦？你确定？你那个定酷酷。歹势。你讲这个人的身躯顶有枕头，枕头。
佫有健身的器材，哎呦，哎呦，要我哥都紧。冻袂掉，你看你看到安尼嘞，听啊冻袂掉咧。你听是我咧演查某的时阵，哦，有机会来做我的特别来宾，好，通过拜托我给你拜托。安排你甲陈丽卿小金。单雷听是伊哦，是碰到你哦。安尼不是我来讲，碰个扮查某，够型的，嘿啦，无你够型啊是够水的。嘿，就水够的啦。型腰，有够型腰。也无鬼怪啦，你考虑一下啦，嘿，万岁大赢诶。我昨天我拄在看迄讲，铁胃好，我特别讲这印象安尼敢若真好安尼，吼，安尼来进行后一个单元，好唔好？哦，你有来啊？啊，免开讲，免开老朋友啊吼。哎呦不过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这好。久无看。是的，是的，哎，台语自我介绍，现在讲的咧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德南，对不？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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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讲台语是咱上节目，啊是我换来找这款的来啦。哎呀，这别讲你是我个，哪不要讲，你好多人，你何德南唔对吗？好多林，何德你林，也是林，林，哎，爱合屯，好多林，何德好林，多啉啊，迄读出毒哦。毒，对啊，兼毒，那么容易毒，哦，这个毒，兼督，迄个督，对啊，看你做人偌咸。兼督，我你有爱来无？好，无，我电话我拢无留赖互人，我惊人甲我借钱。尤其是若半暝叮咚，哎呦，是什么人？这个人我直接要甲国税局报。你唔免报啊！我逐年我拢有纳税。你报假的，我算唔过。阮迄节目恁报得这清楚，无像恁迄做秀啦，做啥物餐厅秀啦，三位两个，恁咧哎呦，拜托，你拍麻将搁赢钱。今仔是进攻诶， 2-0，2-0。你要了解呢，十几恁一礼拜报几遍？报5集，你甲看嘛？起码差不多3集。不，咱都准车中车4集，一年52个礼拜，咱车50礼拜，4集你一年多报200集，你一集赚10万，一年2000万，赚10万年多2亿外，这都唔对啊！一集我是1350呢。你手大，你若敢手大，主持换你行。我真正唔敢手1350班啦，是咧零啊是，135000块啦。 1350啦。听袂到真正，不啦，讲正经的啦。安那？迄节目到这为止啊。不啦，讲正经，迄个节目做遮久你袂善哦，这节目做10多年。会袂呢，真正袂神。伊差不多哦，伊逐集拢讲无共的话题，吼，差不多讲啊，即礼拜有发生啥物代志，就请迄来宾来讲，哎呦，啥物星座的人吼，会安怎？会欠钱，会迄个，是什么？迄个，哦，都迄个了算哦，甲有乱开，乱开，哦，他迄个，哦。一般主持人若做啥物款性质的节目，到尾就会小可挖紧迄个节目的特性。比如讲，我较早咧讲几个故事，迄夭寿暗时仔定看到。哎呦是哦，嘿，因为讲济啊嘛，有阵时爽，所以讲即个毋是这毋是后壁讲，路咧行咧，爽，一个物件安尼敢若行过安尼。啊，你讲后半半的人啊，这是啥物性的？啊，你问老师讲，啊，迄个无形的为你边仔行过，哇，所以你就感应会到。啊，你做遐久，你所以你会晓帮看命，对不对？小可会感觉。你讲我这关会过无？哎呦，你这个代志啊，大家老师拢会讲，你这两空，你就破咧这两空。哇，啊，毋过你面叫我听起来啊！毋过，你若身体健康，你遮哦水，你绝对还会清，搁后壁搁趁足多，哎呦，会嗨啦，会嗨。会嗨啦，身体爱顾好身啦。体够好，心情放开，人唔好无去，人唔好走去，对啊，你安尼讲我就较安绝心啦。对会过。因为真侪人咧讲安那，啊，今仔日
你无代志吼。足侪物件，你看伊家己鼓励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所以这你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，免惊啦，头过身就过啊啦，免惊免惊。什么头都拢还未过咧？啊，豆豆来啊！好啦，豆豆来，无要讲这啦。来，要来讲这台语吼，台语嘿来，今仔要考试。咱来讲一个起字，万事为头起，用这个起字。哦，这个起在碰下用真济哦。但是讲了起以外，爱个倒句哦嘿，哎呦，爱倒句哦。了解无？你听我咧讲啥无？听有啦，完全听有，完全听有。你解说一遍。起哦，若讲起就是什么起性的起啦。卖个讲，我带你跟我要讲诶，哦要去。大家拢爱讲的。大家拢爱讲哦。来哦，比如讲，我讲你早起去倒位吼，我讲起，啊你就来倒句嘿。哦好，啊来，卡落来。我讲甲起有单的台语呀。我讲中秋节含目爱起火，对哦。火，起火。哦，嘿，机会。了解。哦，你拄则是听有的嘛，对不我对？绝对听有的啊。到我这，我讲互你听。好，到你这来。来，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。啊，人生不如意，起起落落，亲像一出戏。我人家无共款呢，啊伊这个起火，甲这个起起落落，佫无共款。无共款起火是一个动作，是对不对？啊，伊的起起落落是一种形容的状态嘛。是水。好来，卡落。哎，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。今仔日要来看碰过，我都爱较早起床咧。起床起，床爱较早起。你明明通过了5点，你才起，你是要偌早起来准备？啊？我还小，哎呦，你还要看啊，要碰过。我小准备一下，心内爱准备一下。惊后摆看袂到。惊，喂，你毛未举出来啦？好来，你无问题吼。好，来，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。若是遇到歹物件，爱去庙会找人起堂问代志。啊，你有起着哦？起着。当机起档问代志。起档嘛是一种状态呢。是，对，啊，伊起床是一个嘛是一个动作呢。来，来，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啊。哎，我讲新娘车慢慢啊在起行，妈妈伊拢会流目屎。你是为了歌词来对不对？差不多迄个意思。这个起行是伊用伫遮吼特别酸的感觉，起行，有无？新娘要离开啊吼，对啊，就迄个开始都要等下去，迄个等性地安等等，对。这有这样的在了解。好了，好来卡落来。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，我讲隔壁咧起厝，起厝。起厝。奇怪，咱唔爱讲建厝吼，一定要讲起厝。老师，这款讲因为起有时为地基开始啊，像咱咧嫁出来是拢爱食家才会起家开始嘛，有一个好的代志啊。你起家个讲，伊就减一个啊。我见侬作种材，恁个别人通好用。啊呢？无你试看卖，你试看。我来，卡落来。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。我讲听你讲鬼故事，我就起家无皮。迄其实咱不要讲唱家无皮，还是讲牙家无皮，起家无皮。你敢有听过拢牙家无皮呢？迄是牙起来，迄是起心毛。哦，喂，你咧困了？我来卡落来。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。我讲你这个人哪会翻起翻倒？哎呦，厉害哦！字个起字用遮侪物件，翻起翻倒就是你有当时安尼，有当时安尼翻安尼乱来乱去。对啊。翻起翻倒，所以卡落来。我讲甲起有关系台语。啊，那你搁甲我的名报去国税局，我就起背面。起背面，伊要搞起背面。是啊，因为你甲投，伊爱拿较侪钱啊，伊就无欢喜，所以甲你起配面啊。啊，就起性落地要甲你冤家啊。起性啦，起性落地，你个哦，起性落地佫较高级。哦，毋捌听过呢。起性落地，就是压起来，压起来性地压起来。哦，啊，
OK，好来考虑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我讲做人爱轻松，莫记来起性地，随用落，随用诶。无啊无啊，起性地。会使。做人爱迄个，莫是边的起性地，嘿是那个性地是较脾气的感觉嘿，万一较袂对咧，性地个匹配叫伊诶，个起破面起性地。恁两个是有啥物意见？我咧讨论。讨论吼，来，考落来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这件代志慢慢啊，就会有起色。这件代莫志，客气啦，哎哦，就是这件代志，咱咧处理嘛，吼，啊慢慢啊，甲伊看落去，伊就有起色会，有起色，起色，愈来愈好。对，愈来愈好的意思。病症嘛有起色啊。对，老师姐用起色真水起。色，那是为华语呢，起色，起笑还是其实想要讲其实起色啊？笑，起色，起笑是有起笑。起笑我想的是起骹动手啦，你好好坐调的，莫甲我起骹动手。对哦，那我无咧。起骹动手，会对呢。来你是气死人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我讲上起码你知是爱食早顿，起嘛，起嘛有无吼？起嘛，我一个咯，来我甲你想，甲你想哦，考落来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我讲妈祖每年拢会起价出巡，起价起价，伊迄个起价毋是甲起动无关系，起价是叫讲咧迄个起价。出巡。刘医师啊，一直念经吼，来考落哦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我讲你做这件代志，我气心老命。迄是气哦，呢？迄是生气的气哦。生气的气。受气的气，哦，气。安尼我知，好，歹势来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我讲你去死，那是气，去死啊！那是气，哦，不是气，哎，古龙咧搞方面。无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啊。我讲过啊，起神讲过啊。我讲你这个，我讲你起空，起空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对起笑，起空。哦起空是毋是有倒骨啊？起空，起空结梦嘛。起空啊，为讲起笑啊，开始你看这一寡奇奇怪怪代志，你是起空啊，也起空啊，哎，你要赶快意思了，哦，好，起空。还是有啊无啦？足济哦，我足济哦，一个足足济，济哦。好来，考虑哦。我讲甲气有关系代志，我今仔日要来看碰过，就想要甲你安慰，互你一个气死的，互你一个鼓励，互你一个气死，你安尼硬要拗了。气死，敢袂使？其实迄是英语呢。啊，你今仔来遮讲话哦，碰过起毛姜，起毛起姜，毛歹，哦，害你起毛姜，害你起毛歹，真歹势。起毛姜是好的，起毛姜哦，姜是起毛姜好是好的，起毛歹是哎，歹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到底是要养还是要？哦，互你起毛姜，感谢你。来一个气死。要留予伊的。哎呦，屁事哦！我来。我讲甲气有关的代志啊。我头搭开车，他车真正起毛字无好。起毛，起毛气，起毛是那个人Japanese 的呢。係起毛是無代志哦。无起毛即马咱嘛有甲接受啊。哦，接受啊。即嘛是为日本话来想讲，便当嘛是日本时期留落来，便当咱嘛接受，起毛咱嘛接受，所以头有迄个何先生讲的起毛姜、起毛歹，拢嘛是为遮来的。所以伊这學過。好貴好貴。哎呦，水哦水哦，等下來加者吼。好，拜託。我來。嘿，我講甲氣有關係的代志。我講要練唱歌，愛照起工行，愛先唱。照起工，照起工，厲害做人來照起工，照起工，水起照起工，水，字起用咧足個所在來。起。我講甲氣有關係的代志。我講我想要困，我無來起來。
起来，起来，不爱起来，无爱起来，我不爱这不拉起讲起，来，起来，查对，伊两个念做伙，你要起来，不起来，下你手并来，嘿，哦，看看，水，起来嘛是有起啊，嘿，好，哦，今仔大家听到拢袂歹啦吼，老师无啦，恁将才啦，有将我学生，无将我老师啦。哎，老师越来越客气，好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哎，头家啊，今仔日无啥物生理啊哦，你现在是咧甲酒惨的啊？啊，你叫做无生理，无啊，无人啊，食饭时间，那安尼啊，你看啊，无生理卡拢垃圾啊。你看到不要那个穿我好哦。来，我来帮你穿啦。对啊，今仔等半波也无半个人客。最近较散嘛，好，我来帮你绑卡安尼。哎，我等到吼拍下戏吼，即马是食饭时间到啊，就啊，食饭时间都还袂到，人客边来入门，你做你的工课啦。对啦。哎，头家，哎，杨啊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嘿嘿，哇，嘿嘿，嘿，真久无看咧，嘿对啊，有，哦，这久无看呢，有，对啊，你今仔哪会来？哦，哎，你过来康无来，我要拍病呢。拍牌去断因啦，人客来，你做你的工课去。是安怎啊？哈哈嘿，喂，你看你这久无来，我这久无看到你啊！你看我那个无毛看到你，拄啊面后面拄即摆笑头笑面，我看介意你哦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无？哎呦，头家啊，啊啦，我就甲你讲过几啊遍，我就无介意迄种的啊，你莫甲我勉强啦。你不爱食卤卵哦？是啊，迄出家人袂使安尼啦。呀，今仔什么风甲你吹来呢？哎呦！头家，来，你甲看我的姿势，哎呦，凊彩，就知影我今仔日要创啥。我完全了解，嘿，看你的姿势，是，你今仔要来收菜尾对不对？喂，按我者，我来搁烫烫我烧啊！哎呦，唔是啦，啊，恁真足看，啊，我甲平常时啊，有啥物无共款无？我知，安怎？你是一定为着我对无？你是要来看我的对无？所以你安尼精心打扮对无？其实，不管你穿安怎，你在我心内底拢是上水的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我是要去约会，约会，对，我知，约会，跟我约会对无？好，我个知影你一定介意我，只是吼你安尼害羞吼，你唔敢讲对无？你唔敢讲，我真不要紧，你唔敢讲不要紧，我真正足欢喜。来，头家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即摆是上班时间，你手工拖还是拖安怎啊？要对约会啊？啊？哎呦，真正的哦，我讲的约会，唔是甲你约会，是甲我新交的男朋友去约会。什么？嘿，对，你无选我，你选其他的查某人？我无啊。嘿，啊，你查甫朋友说做啦，是做圆啊扁，还是安怎？你做什么？你无讲我听看卖。哎呦，人歹势讲啦，哎呦，那有要紧啦，大家熟识遮久啊，你耶。歹势啦。歹势讲，伊讲伊歹势讲。歹势讲大讲就无歹。对啊，伊爱不爱我大讲，伊爱歹势讲。人起来啊！哎，你，来坐吼。呀呀，呀呀，小妹，讲这个是你男朋友？对啊，安怎？安怎吗？哇！是啊。伊眼光袂歹咧，这少年看起来咧，好烟头，伊个飘撇，袂歹。来，这我熟识足久啊。既然是你男朋友，遐济
好不好？食啥，今日拢免拢我请，一坐一坐。哇，头家足好的呢。拢算我，拢算我。哦，那哈客气，哎呀，这个无什么要紧，你都家己的你的吼。我等下要去听你两个讲你两段来故事。是要食啥？你做点。哦，好食的全部拢来。全部拢来吼。是啊，好，你无代志吼。不，你的男朋友胃口好嘿，那查甫人若食济，体力唔只会好，对对不对？对所以尽量当然哦，我都爱食较济，唔知会好爷安怎干呐，对无？安娜达，嗯，安娜达，爷爷，安娜达，爷爷，安娜达。爷爷。恁两个，你无看伊要挡袂掉啊？人咧食米粉，咱唔免到边仔发烧，哦，拄啊人点嘛，拢总传，唔给你传，好啦，你人客不到那边啊，我跟你讲。安娜达，哎呦，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哎，这间店哦，物件超好食呢。是哦嘿啊，哦，嘿啊，超好食的。可安怎？你较好食。哇，这济人，不好意思。创啥？哦，林啊！哎呦，总算我抓掉。来，你来吃。你欠阮大的100万，到底什么时阵要还啊？没来哦。歹势啦，我即摆我真正无钱，无你讲互我一段时间，我搁总钱来还好无？无钱，用人约会去食只好，点一道菜。哎呦，哎呀，哇！啊是讲你要叫你女朋友来还，啊看伊身材袂歹，家境应该袂歹哦。环境应该袂歹哦，啊是你来还钱啊？爷爷，哎，两位少年人，卖安尼，大家有话好啊讲好唔好？卖安尼起家动手啦，我无我请恁食物件好唔好？卖起家人。嘿，食物件超好食的呢。对，啊，你莫惊，我保护你。我见你无爱还钱是毋是？等下阮大来，你就知死啊！哎呀，阮大来，哎呀，系啊，阮大要来啊！哎呦，啊大来，大，哎呦，大，哎呦，恁大是三太子哦。你要讲啥啦？大，而且无简单，无简单，查某人会当做老大的。啊，而且佫是三太子。你要吃是毋是？好啊，你来啊，你来摕啊。哎呦，来摕啊，唔通，买啦你唔通，这乌道你危险啦！对啊，你看伊遐赤白白，你遮尔优秀，你会受伤啦。无我这，你这个查某人，你唔知影死歹哦？伊要行你，我找伊来，你讲啦，我是无咧惊，来啊，你来啊。唱秋的哦，什么？看招！你甲老大拍死啊！你讲大，你直接你是讲伊最优秀的，四个拢王星，惊死人！那呢？我嘛唔知是安怎。安得，哦，像这呢，惊无力啦，讲哎，我会惊，开了遮尔大，安尼一个海甲都变鬼啊！伊个家敢若足无辜安尼，其实伊才是上好价。对啊，即款的有一句俗话当形容，倒立嘛爱注意听好个。第一句叫做大骹加细鞋，第二句叫做班头加老牙。背起来啦！嘿，哎呦！
方才这个情形两句俗语大家有听到吼？第一句叫做大卡加细个，第二句叫做班头加老爷，就是讲这个囡仔呢，明明都足有气力嘞，就吓叫，惊家己干那，哎呦喂，惊怪惊，这个情形战胜第一句大卡加细个声，举手。不得对看卖了哦。我就故意要叫恁无共，你个叫响啊！我故意要教大家无共。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恁听着，恁迄边拢经大卡加细，你经班头加老爷，你先解说。对啦，就是班头嘛。班趁老爷无伫的时阵，就加一个老爷的。对对无啦，这句是应该是讲这老大，唔知是安尼操死啦，太子，操啦，加老大的。对，不是就是安尼吗？他无咱娘啦，对啊，我讲阮老大的对啊。拄个是咧讲这啱啱这查囡仔哦。对，讲你哦。恁拢经大卡加细，加细什么想法？大卡加细，就是款的。就是讲伊的骹实际上是真大，啊，毋过伊就经迄细鞋啊，看起来敢若哦，迄骹足细，实际上伊的骹是真大，就是讲，就是拄则咧形容我。对啦，加优秀，加优秀，加优秀嘛吼。对啦，我无要问你哈。你你绝对无意见，老师请解答啦。以早好家人因兜内底有查某囡仔会分做粗干甲幼干。哎呦，那叫歹粗干就是讲做一寡较粗重的工课，迄自细是无白骹的。有可能要陪伫小姐身躯边的，嘛爱对咧白骹，迄叫幼干。较优秀嘿，较优秀的，所以粗干甲幼干。啊，明明去菜市啊，你是粗干，啊想讲，哎，我嘛要一双较细双的鞋仔来穿安尼，迄叫大骹加细，迄就是讲加身加重啦。哦，加身。啊，另外一种是班头加老爷，伊早官府内底吼。管老爷上大，啊会较做是车爷吼，啊想讲伊早上包青天是王朝马汉，伊会当管下骹遐个人，不过上有权势、有权有势人应该是啥物人？应该是管老爷。不过伊会算伫遐骹踏马屎饭官是安尼哦，惊伫遐作鬼作怪安尼，其实伊无迄种权势。啊上头啊安尼，你看硬吼，其实去了足饱的啊，根本无需要讲啊，搁找一个安全感的人，所以真正是吼，骷髅囝搁加两正吼，啊加身加重，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大骹加细。了解。对无对对。对不对？哇！本来是讲你今仔你读题了后是无你主持讲安尼。我无使，我继续等，继续等，继续等。唔管咱怎，都是学到两句俗语来拍拍鼓励。这首叫做《触礁》啊。触礁啊！哎，这是当红景所写《触礁》啊。麻雀。麻雀。拍麻雀迄是倒啊顶，迄叫拍麻雀。迄不是麻雀礁啊，麻雀对啦。田尾啊，触礁啊，触角礁啊，切礁啊。切礁啊，若倒啊顶，迄叫拍麻雀。麻雀。哦，今日唔是要讲麻雀啦，要讲触礁啊。来去引导。好了，嘿，我你代志啊，叫你啊，这来，你每早等拢叫我帅哥呢，你叫我啦，你叫我，这个上好个咧。哦，你先念吧，你先念。触礁啊，野紧紧，巴肚圆滚滚，头壳爱地点点，身躯拢穿花花，我若好虾啊，伊就世界杯。哦，好。啊，触礁真好运，遮咱请这个好神仙接落去吼，来请。触礁啊，真好运，对透早爽甲黄昏。哟，斗阵做伙有情分。是哦。走总自由无休困。我若一休，伊就飞转去。收，迄字就是收。收哦，飞转去伊的收。哦，巢穴，叫收。老师，会使麻烦你跟正确念一遍无？因为你位字拢看拢无。伊的用力咱尊重啦。嘿，像这身躯咱就知影应该是身躯边啊。啊，这对啊，系嘛是啊，这个应该是
升到，算，应该是真哦，我想讲，所以伊的用意咱尊重啊。哎，不要有铁力的啦。徛徛啊，这淡，伊应该要加加啦，淡加加，伊这用意淡淡加加，会会，这可惜啊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可惜啊嘛，嘿，可惜啊，吹口哨，嘿，世界杯到底做有成分，招走吹吹，吹，华语的走，找东西的找，招吹自由，不对，我若是休，伊就不等于收爱嘅哈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感谢。好先，来，今天互你做学者吼，互我做学者。嘿，照你的 tempo 落去念就好啊。预备，请了。厝鸟我徛娃娃，娃，紧紧啊，徛紧紧，徛紧紧，嘿，腹肚圆滚滚，嘿，头壳爱淡淡给加加，淡加加，身躯拢穿花花。我若可惜啊，米啊啦，可惜啊，若可惜啊，伊就世界杯，厝鸟啊真好运，对透早算甲黄昏，斗阵做伙有情分，走总自早吹，走找自由无休困，我若一休，伊就飞转去收。我真济，吼，以后若有机会再过来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袂啦，煞啦。最后，麻烦你甲阮讲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后回再继续收看，为山为水为恁拢，别请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后节搁大家做伙收看，为山为水为恁拢。谢谢。